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个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7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上午是联合质询，由议员林阳义首先发言。一开始，议员先甲所有官员为喜洋过身的民众默哀。会中议员提醒市长答应带伫台南的立交优先注意苗来赶紧完成。同时嘛，呼吁市府要严格注意边境防疫，避免出现破口。今年疫情甲旧年比较起来严重真侪。伫安尼大环境之下，嘛，互真侪确诊者因为感染过身。伫咧7月21号市政总质询一开始，林阳义协同市府官员来替往生者默哀。同时，议员嘛针对伫咧疫情这段期间徛伫咧第一线医护人员，佮有所有的市府人员表达感谢，嘛含市长甲所有的市府官员替防疫人员举赞肯定。另外，议员针对市长答应过，要互住伫咧台南的日本人来优先注射疫苗，且一定要会记得赶紧安排，并甲有意愿但是还未注射疫苗的日本人赶紧完成注射。完整咱个疫苗，互咱台湾，咱台南接到 AZ 的疫苗了，你有大只日本的华侨、日本的后生啊，讲为着要感谢，毋是日本的华侨啦，是台南的日本人啦。都台南尔，你讲要人首先来注疫苗，今仔碰过一报一篇，你人解说一下啦吼。遐个华侨还未注着，因为这是你人承诺的。
你市长日侨啦，啊，日侨啦，入侨这种是日本的入侨哦吼，日本的入侨，因为这人拢还袂自做，啊，你有人承诺，讲要人感谢，所以这批人要先来做。就是讲咱开放互日本的住伫台南的日本的人侨民来住，这是咱的好意。但是因伫台南的日本人有700几个，伊表态讲要住的108个，咱应该住76个。啊，即马去投诉的迄个人是本身是台湾人，伊嫁予日本人啊入日本籍，啊然后呢，伊来台湾探亲，来台南探亲，啊伊无台南的居留，无台湾的居留证，伊无台湾的居留证，就是无符合迄个资格，所以吼伊无住着，咱嘛表示遗憾，但是真正无资格。已经住76个啊啦，之前有住啊。 70人啊，佫几个还袂住？有医院的108，毋过有的人吼，可能等选择疫苗，伊就比照咱的国人去登记安尼。议员伫质询最后，特别针对伫7月20号查到本国的迄阵违法来运送外籍偷渡客，而且因大部分拢是 COVID-19 的确诊者来向市府提醒，并呼吁市长一定要严格来预防相关的问题，避免造成台湾疫情搁一摆大爆发。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接下副议长林秉利主要关心安南区公所清线甲中间的问题。伊会中具体建议，安昌街一块3000外坪用地，会当甲警察局做伙好好利用。同时嘛，建议督发局变更成机关用地，提高使用率。使用50外栋的安南区公所，因为地脉甲产权的问题，伫短时间内无法度来清线。进前因为地动嘛做过补强，加上附近的交通停车问题，副议长林秉利建议，看好安昌街一块3000外坪的土地，看是毋是用个变更为机关用地，甲警察分局好好来利用。这个区公所40几栋啊啦，不是咧补强，对照恶意啦。 规个拢加减会起会倒，不是咧骗预算嘛。啊，我听讲安昌街大同新村遐有3000几坪，要起第3分局，搁核酸跑所。那么安区公所会当找一地，因用2边尔，2000通坪，搁有1000通坪，因为你区公所伫遐停车无方便啦。你即摆大楼。 你看去摇摇摆摆啦，上摆人嘛紧张啦。哦，所以未来安昌街遐迄块3000几坪，你会当通警察局好好利用。迄个所在是住地区呢？温南里遐，温南里，安昌街温南里遐。我知我意思讲，迄个所在住地区啊，出来起公所咁。安尼爱拜托大法局努力一下啊，因为按市府公布较好处理代志啦。 好处理。咱即摆有几个好选的所在，啊，我才会后来甲副议长报告。区公所的迄个设置的位置，绝对爱互老百姓较方便去洽公，啊，搁伊的生活机能爱有够啦。啊，当然这部分阮拢会考量内底。啊，即摆短期间对安南区公所要安怎何去何从的这部分，因为迄个所在安南区公所正旧的一个所在吼，咱讲这个交通足无方便啦。啊，我也拜托区长吼，第一点去找迄个停车场，第二短期间吼，看应该爱搁加强吼，来强化它的迄个坚固性啦吼。啊来就是讲，迄个短期间就是讲，因为伊遐搁有一个图书馆，啊图书馆吼，台江文化中心遐有一个图书馆，我有甲建议讲，是不是跟文化局这边做个协商，啊这图书馆两边去合并起来了。 遐个会当增加80平的空间，起来互区公所。啊，安尼起来时阵，规个区公所的迄个面积和伊的容纳，互迄个同事办公，啊，搁老百姓来洽公，拢非常的即个恰当啦吼。除了关心安南区公所的迁建，另外副议长嘛关心安南区肉品市场的迁移，甲安南区全民运动馆的进度。肉品市场方面，先对善化来增加2条的多载线。 预计9月动工，明年完成。而清水部分搁伫个筹办当中。至于安南区全民运动馆，教育局嘛回应，目前已经上网来广告，预计明年3月招标，6月开工，113年6月就会用来完工使用。
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台湾陈坤和的总集选以团结防疫、守护台湾作为主题，除了检讨注疫苗混乱的场面，甚至讲家长因为囝儿要出国读册，伫排无疫苗，却甲医护人员去冲突以上法办。台湾认为官员应该将心比心，对此市府回应，但并无上班就劝导离开。针对进程中按照职业来分配注射疫苗，阁有抢残疾的乱象，互议员陈坤和批评，根本是安排顺序的无公平，加上政府准备无够，才会造成一连串的乱象。议员甚至以第5类的长辈，阁有长期照护行动无便的患者为例，认为长照已经是长期倒伫咧门床顶，抵抗力原本就较弱，注疫苗到底是有危险嘛无危险，甲市府来进一步探讨。病毒放等卡手，就是减弱它的病毒，然后让我们的神注入我们的神，安的身体，和安的身体产生这个是敌人哦，便是这个是敌人，所以呢，这敌人要侵犯，爱甲杀落死，所以安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不管是巨噬细胞或者我们的抗体出来，就跟他把它打败。这个是敌人，因为他长这样，所以我就杀死他了。后盖，这种就是敌人，所以呢，来，因为我早讲，就是这种敌人，所以出来，就按人体的时阵，我们的抗体就直接围攻杀死他。局长，我按的比例，报告议员，咱注疫苗啦，是确定疫苗对新的不是感染。就好，你有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伊唔是安尼原理啦。唔是安尼原理，嘿，伊唔是感染翘起的，伊是因为免疫反应。伊唔是感染翘起，讲咱我唔是，我今仔个问你感染翘起，感染个翘起，唔是你决定的。减毒疫苗，咱拢唔是减毒疫苗，咱这无叫减毒疫苗。咱无减毒疫苗。咱这种观众，头一两天拢唔是减毒疫苗。另外，针对公务人员去互排入去第一线防疫，议员嘛提出质疑。到底公务人员担任第一线防疫有偌济人？以市府将近2万人的注射比例，竟然高达90%。议员认为无应该。徛伫咧市民头家立场，议员表示，伫咧乡亲疫苗还未注射完正前，伊会留伫咧最后才来注射。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对5月中旬3级警戒以后，全国夹娃娃机拢全面停业。不过现在国内疫情稳定，这个行业已经有条件开放，但夹娃娃机却同款停业，互业者相当无奈。业者表示，2个月无营业，除了牛皮金开了，所困嘛申请袂到，真正唔知要安怎，只好向议员申请。政府伫7月8日宣布微解封，予运动场所以及电影院等业者有条件开放，但伫现实中，由原有相关业者无得复业，亲像是夹娃娃的业者，因着无得恢复开业，以及影响着生计，所以特别向台南市议员黄丽椒陈情，希望会当为因发声。从5月开始啦，因嘛拢安尼一直配合政府的政策，伫这段时间。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营业。你来看5月甲降息，他们有多大的一个压力？你要想嘛租厝就爱租金，税金嘛是照常爱纳，他们有相对有多少人口？因呢旗下哇在人口，但光是台南市就有800-900间嘛，因为我去查是这样子嘛，那全省应该有1万多间。那么，已经嘛，安尼连续这侪个月了他们每个月还是一样要去付租金。全国的夹娃娃机业者自从5月3级警戒开始，因着配合防疫无营业，但是店的租金也是爱付，互真侪人强买无法度生存落去。希望政府会当互因复业。我们娃娃机的店面全台湾应该有1万多间了，可是每年给政府的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税金就好几亿了啊。所以，可是我们业者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要向银行申请补助的时候，都被银行退件了。因为它的原因就是代表怎样呢？因为我们还款能力比较不好啊，对不对？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能给我们协助一下。即马疫情有较降落来，
如果若是讲全国真济，包括无人洗衣店、无人洗车场、一寡无人商店，因拢总袂当开馆是拢无话通讲。毋过因为头干尾是拢无禁着的，阮的生态自动贩卖机，所谓就是自动贩卖机，就是无人商店的模式。啊，煞伫即波的时阵，伫咧中央，伊可能甲咱归类为我们可能是8大行业，伊可能是安尼甲咱想，也无，甲拢无法度甲咱开放，因为租金一直烧，烧到即嘛会当讲基站嘛已经烧了啊，拢贷款咧过去啦。对着因的诉求，市府经发局作出回应。在这个部分，我们会这样做了。第一个，中央如果有松绑了，那我们当然就会跟进来做一个评估。另外，第二个，我们也会主动的如果业者有一些条件之下，因为当初为什么会把娃娃机为限定为暂时停业？他也考虑的几个点。第一个，如果他是没有人在做管理所以不宜落实相关的一些防疫的一个规定包含量体温、10连制、戴口罩，还有出入口管制、保持社交距离。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在有条件之下，你们能够有人营业期间有人的一个监控，那落实刚刚提到的出入口的一个管制、10连制、戴口罩那包含保持社交距离。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会先来把今天各位的一个意见，我们就直接会带回去。我们会带回市府这边来做研究。市府经发局表示，会将业者建议召回研议，另外嘛会协助台南市的夹娃娃机业者申请纾困，渡过眼前难关。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帮助安平区的家属户在疫情期间减轻因的生活压力，在地企业透过议员罗坤福甲里长保健康捐赠一批生活物资，尚有由安平区长代表接收，预计伫7月22、23两天分批分出来发送。为了帮助原本趁食得足困难的家属户，这回因为疫情更加歹过，伫议员罗坤福甲建平里长保健康的媒合。包括家庭建设、甲广大开发等爱心企业，纷纷徛出来号召，捐赠包括白米、关庙面等日常生活上解实者的，将近30万。上午伫议会由安平区长出面，代表304户的弱势受赠，每一户平均有1000块价值的物资。感谢这个企业主安尼大家共襄盛举，互这艰苦人这低收入户的住户们度过最基本的这物资上也是有需要的希望我也透过这个媒体啦互较侪人出来参与安尼今仔日咱的区长，尤其咱的保健统保理长伊嘛透过伊的好朋友包姐大家来斗援助我也透过我一寡好朋友像郑董。郑同成，还有地方的一寡好朋友大家慷慨解囊来帮忙一寡遮低收入户。那人家都说为善不欲人知，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抛砖引玉啦。那也是希望我们透过媒体记者的报道，让大家知道，其实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他是处于弱势，那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机会，让大家看到说，其实在我们安平很多非常有爱心的人，大家都愿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善事。这批物资定7月22、23两天会伫议员罗坤福服务处依照防疫规定，由公所所发的通知单分批分处来发送。大家一起来！台湾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另外，大关庭行政宫因为感受疫情造成各项企业的冲击，这弱势家庭更是陷入困境，所以上午嘛特别捐出150箱。包括白米、调理包等等，每一箱价值超过1000块的物资，
希望帮助北区3款继续好渡过难关。有感疫情造成社会上各行各业经济损失。台江祖庙大观音亭行政宫21日提供予台南市北区区公所150个物资箱，内底白米、八宝粥、调理包、面条、罐头等物资，希望会当协助弱势家庭度过感情的困境。感谢咱这里长，尤其咱区长率领的这服务团队，特别的甘心吼，对咱台南市民，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吼，对这困苦人伊的关照，咱行政宫受到吼伊的引进当淡薄仔来对社会做一寡服务奉献的工作吼，非常的多谢。希望这疫情伫咱台北工作甲辅助保庇之下，赶紧来离开，互咱这市民会当来回归正常的生活。咱特别感谢到咱大观音市的行政宫，咱的党干事伫咱迄个吴汉清党市长的率领之下发挥爱心关注到讲咱北区咱3块一寡2个人以上的家私入户物资因为咱这边疫情的管制关系所以互咱的工作减少迄个囡仔总是拢爱食所以伫咧遮真感谢到咱大观音市的行政宫多发挥到这个爱心互咱遮会使弱势民众会使来平安来安然的度过这段疫情的日子。公所表示，这次募集到的物资，加上日前花社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拄好有够发送予北区大约300户家属的户，互因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国际扶轮社暂停举办各种的会务，不过爱心关怀行动并无暂停。其中，台南幸福扶轮社就将原本要办理社长加社职员就职典礼经费，转做爱心红药便当来关护弱势家庭。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幸福扶轮社社长甲社职员就职典礼无法度举行。经过开会讨论后，决定将剩落来经费变成关怀弱势暖流，得到全体社员的支持。同时，创社社长陈素文经加码600份防疫便当券，捐助予阿诺妇幼关怀协会。非常感谢扶轮社甲咱童理长对咱阿诺关怀协会的帮忙，非常谢谢。台南幸福扶轮社很开心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做社区服务。那也希望呢，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希望大众能够对一些弱势团体的话呢，多加一些关怀以及爱心。国际扶轮社3470地区总干吴宗仁知影台南扶轮社的关怀行动后，也清清表达赞同，共同出席这场温馨的捐赠仪式。台南幸福扶轮社呢，能够以这个参捐的方式来捐给我们协会，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小朋友，而且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一举双得，我想这是非常好的。那身为3470地区的总监呢，我也很高兴说我们幸福扶轮社呢，跟这个地区的社区有这么好的结合。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都经济民不聊生，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就是发了我们的爱心关怀便当，让我们的这些小朋友在家里也可以享受我们社会的关心。那也谢谢我们的总监也莅临我们现场来给我们指导。然后最后我也讲一句话，就是说，在此也是谢谢大众，跟我们这个协会的关心。那因为这次的疫情对我们台湾的经济也是造成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也是在这边只是小小的一个捐赠的活动，但是我希望发挥大大的大家一起来响应。台南幸福扶轮社社长谢新慧表示，阿诺妇幼关怀协会当年关怀台南弱势妇女以及儿童。办理各种慈善公益相关的活动，需要大家关怀和支持。这次的爱心防疫便当券捐助只是抛砖引玉，希望社会大众做伙来做公益。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天气变化。我在是这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机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7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